好，今日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比哦，邀請同生人的共下參加。請問係乜嘅天陽呢？今日會用動物方程式，天陽看到過後，有一個新品公司會帶大家來分享哦。哦，能按用心，還有請公司來帶發通。係啊，因為一個天陽係用童話故事關心刻板印象，對無共用性別、物種也係族群嘅影響，鼓勵大家莫係偏見。故所我有先生帶大人細事共下討論。家族大幫唔嘅邀請，我會帶新人嘅共下來看。第3樓兒童試堂室2點開始用天陽。安尼哦，多請。看了情景劇，一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幾個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聽音哦。天陽，天陽，電影，座談比，座談比，座談會，邀請，邀請，邀請，標，標，放映。新品，新品，新品，性別平等，性別平等，性別平等。通常華語會將性別平等簡稱性平，客語中我們通常會說全稱性別平等，性別平等。分享，分享，分享。偏見，偏見，偏見，帶，帶，引導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嘅接送用到嘅機器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比，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比，下午圖書館有電影座談會。下晝。下晝，下午，圖書館，圖書館，圖書館，有，有，有，天陽，天陽，電影，座談比，座談比，座談會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比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比，下午圖書館有電影座談會。邀請唔同成人嘅共下參加，邀請唔同成人嘅共下參加，邀請您跟孩子一起參加。邀請，邀請，邀請您。這裡客語比較難發音的是有，因為我們要先發出扁平的耶的聲音，再發圓唇的嗚，請跟我一起念一次有，先念扁唇的耶，再圓唇的嗚，有，有，有請，有請，同，同，跟，聲音誒，聲音誒。孩子，共下，共下，一起參加，參加，參加。這裡也要提醒大家，參加的參客語要把嘴巴閉起來哦。參加，參加。邀請同成人的共下參加，邀請同成人的共下參加。邀請您跟孩子一起參加。